嘛，继续来看这件发生伫个云林虎尾的公安意外。有一个包厢接下一个石头，请4个工人要帮一间饲料厂来修理着厝顶。啊，这个吊车的吊拿只会当载2个人，煞共载到4个人。结果这吊钩啊，因为超过重泉断去，4个工人为8米悬断落来。3个死，1个重伤。其中一个工人的太太真不满，讲这公安的防护伤过老草，伊的家庭嘛因为安尼失去着经济大条，参要甲翁婿送上山头的费用都付袂出来。云林虎尾再兴饲料场，曾发生着严重的公安意外。4个工人做伙坐吊车的吊拿，为8公尺悬，要登来到地面的时阵，因为超载个超重，吊拿吊钩啊断去，4个人全为8公尺悬摔落涂骹，3死1个重伤。家属讲，包厢头家到今拢也无看人，嘛无互因一个交代。就是希望讲，因为头家做头家人较紧出来负责的啊，若无出来，就真正做过分的啊。因做代志太过于草率啦，草率啊，伊公安的安全没做到。啊，头家有什么表示？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人。姓陈甲姓郭工人是云林人，伫这道拢是老经验。姓陈的因某讲，因翁已经做30多档，两个月前才到这个包厢食头路。包厢接饲料场的工程，严格公安的防护煞做无好势。因翁一个月薪，厝内经济虽限制困难，送终的费用可能嘛拿袂出来。我甲讲，迄个丧葬费是我欠啊，安尼啊。所以目前经济是有较困难啊，经济困难啊。姓陈的因某讲，翁婿离开，又唔敢互后生知影。代志发生到呾，翁婿头家嘛拢也袂出来讲后续处理的状况，希望会当提出诚意来斗3工，而且负责应该爱承担的责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